高铁有这样子的机会，可以搭高铁又可以去台北、西门町去总统府，我很期待。好，今天我们高铁谢谢高铁这边招待我们彰化家我们的孩子14位。那我们的孩子他们刚刚我问他们说昨天晚上都很兴奋，为什么很兴奋？因为他是第一次搭高铁，那很多也是第一次到那个彰化高铁站。那他们今天知道他们要去那个总统府，还有去他们梦寐以求的西门町，还有华山文化园区这边逛，非常的高兴。那他们想说，今天这个行程，因为是第一次搭高铁，还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到西门町玩，还有很多人也许也是第一次在台北搭捷运，那他们也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。好，上车自己找位置。来，上车自己找位置。先等他们看有没有人下车。有人下车先下车再上车。好，上去。好，谢谢副站长。